話說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自古以嚟就係風水寶地。從太平山頂到維港海旁，從中環摩天大樓到九龍城寨，每一寸土地都藏住玄機。而喺呢座城市入面，有一班神秘人物，佢哋手執羅盤，精通易經，只需開口講幾句，就可以決定一個地產項目係咪起得過，甚至可以左右一個富豪嘅命運。佢哋就係香港嘅風水師。你以為風水師最多賺幾百萬？大錯特錯。呢個行業嘅水深度你唔信。最有錢嗰位身家20億港紙，富可敵國，買起成條街都得。仲有個更加離譜嘅，一世人從來唔收錢，但係病倒嗰陣，李嘉誠同楊受成呢啲超級富豪竟然搶住幫佢出千萬醫藥費。今日就嚟大起底，睇下呢班風水師邊個先係真正嘅吸金王者。第二位，七仙羽，自爆身家過10億嘅網紅風水師。師傅愛你，呢一句紅遍香港嘅口頭禪，出自近年最具話題度嘅網紅風水師七仙羽，人稱七師傅。好多人以為七師傅只係靠綜藝節目走紅嘅新晉玄學網紅，點知佢嘅真實身家竟然自爆超過10億港紙。2022年，七師傅喺同名嘴林作嘅節目入面，當林作大口氣話自己有近1億身家時，七師傅直接叫佢收聲，仲好霸氣咁講：呢啲算咩錢？我一早就有啦。更加放話10億都算唔上咩？但未有100億身家。呢句嘢講出嚟，全場傻咗眼。原來呢個睇落唔起眼，講嘢半鹹淡嘅馬來西亞華裔風水師，竟然係隱形富婆。七仙羽本名趙玲，1968年8月8日生於馬來西亞，而家58歲。佢嘅背景相當複雜，自稱曾任台灣 TVBS 新聞台主播、美國之音同法新社記者。喺香港珠海大學主修新聞，仲聲稱擁有美國南哥倫比亞大學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同埋中醫師資格。入行玄學方面，七師傅自幼因為體弱多病拜師學藝，師承七星派同茅山派。七仙羽呢個名更加係由其師傅通過扶乩所取。除咗中國傳統玄學之外，佢仲學習西方塔羅牌、能量水晶等，可謂中西合璧。更加玄嘅係，佢自爆自幼擁有陰陽眼，可以睇到常人睇唔到嘅嘢。2020年，七師傅憑 ViuTV 靈異真人 show 鬼同你上位爆紅，一句師傅愛你成為全城熱話。之後佢接連主持七救星、七福星等節目，嘉賓陣容星光熠熠，包括張敬軒、鄭欣宜、羅家英、林雪等。張敬軒更加邀請佢擔任演唱會嘉賓，兩人合唱《月亮代表我嘅心》，場面溫馨。2021年，七師傅更加封為廣告女王，短短幾個月內接拍超過40個廣告，代言品牌涵蓋時裝、護膚品、銀行、譚仔、雲南米線、Alipay 等。有報道話，佢當時嘅熱度一度超越人氣男團 Mirror。譚仔雲南米線嗰條廣告更加經典，七師傅化身譚仔姐姐，講嘢半鹹淡，笑料百出，網民大讚正啊！影壇欠呢個姐姐一個交代。七師傅嘅財富主要嚟自物業投資，據佢透露，喺香港擁有最少10個物業，喺世界各地都有買樓，單靠收租已夠生活。佢曾經分享投資經歷，話家人曾經俾1000萬港紙佢炒股票，結果全部蝕光，之後改為投資買樓，先至成功累積財富。2011年，佢同家人以1600萬購入馬鞍山4層高3000尺獨立屋，早年租約期滿之後，七師傅索性收回獨立屋，用作度假行宮，吸取靈氣。佢住喺紅磡，話嗰度有利人緣、財運同桃花，呢度就利健康，所以每逢週末都會嚟 relax 下。而家七師傅同荷蘭籍男友 Gerald 喺西貢共築愛巢，對方自稱哈佛大學畢業，從事金融業，家底豐厚，兩人交往超過10年。有朋友爆料話 Gerald 身家都唔少，兩人加埋簡直係富豪級數。2025年初，七師傅嘅多項預言接連應驗，令佢再度成為焦點。佢預言李姓富豪命數已到，結果2025年3月，恒基兆業創辦人李兆基去世。佢預言緬甸會發生地震，結果2025年3月，緬甸發生7.7級大地震。佢預言2025年旺火多火災空難，韓國發生空難同森林大火。佢預言3月7日到10日股市大跌，
美股、港股該期間連日下跌。佢預言恒指必穿2萬點。2025年4月7日，恒指跌至悠久828點。呢啲神預言讓七師傅嘅名氣再上一層樓，但係都惹嚟唔少爭議。有網民話七師傅準到離譜，都唔知係真係神定係識得炒作。不過無論點講，呢位靠半鹹淡廣東話走紅嘅馬來西亞華裔，已然成為香港玄學界新貴，身家更加係秒殺一眾傳統風水師。佢嘅成功證明咗喺呢個時代，風水師都要識得做 marketing， 識得蹭熱度，先可以賺到盆滿缽滿。綜合七仙羽喺香港最少10個物業，馬鞍山1600萬獨立屋，全球買樓，一連接40幾個廣告、節目主持費，加上佢自己親口串爆，林作話10億都算唔上咩？身家保守，估計10億港紙以上，係香港風水界第2富有嘅風水師。